宣调，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受气，佮有丰盛的慈爱。咱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会再请大家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伙相加来祈祷。Glorify my Lord Jesus. Glo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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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Lord Jesus.阿爸，被上帝， Glorify my Lord 我感谢 Jesus. 你，因为这个世界一切的统治权，拢是伫上帝你来掌管的。凭着你是阮束缚，伫所有的政府大小的这个文武百官，拢会通遵行上帝的旨意。愿全国百姓拢得到上帝保护甲眷顾。Glorify my Lord 愿圣神统治正百姓的心，互阮国家伫公义中来永存， Glorify my 为着 Lord 世界来促进这个和平。但做爱天父，愿谦卑的恳求你，你若是为着福音来受苦、受逼迫的，恳求圣神的安慰，也无离开因，通予因来见证着圣经最后所国度的这个扩展，来影响着整个的这个世界。 Glorify my 感 Lord 谢主， Jesus. 美国众议已经成功来抗争了这个中国的法案，有222票通过。美国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正名或者台湾代表处， My Lord Jesus. 所以真正是今年这个虎年台湾蒙福的一个大礼。 但现在我要继续为着阮所徛起的美国甲台湾来祈祷。但
啊，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犹阁无消失去，犹阁咧搅扰着，互这个感染的这个病毒的人，不断来出现，尤其被上帝的怜悯，差派天使天军来帮助阮所徛起的土地顶面，无受到撒旦魔鬼的搅扰。恳求上帝来帮助阮，来阻止一切伤害着阮百姓的这个恶势力。然后目前这个病毒会当早一日被控制落来，无通互阮会当重新倒转去过去迄种所熟悉的这个生活环境内面。但今仔日阮搁一摆透过这个 YouTube。网络礼拜、实体聚会来敬拜欧罗尼，求求主你来怜悯阮，互今仔日所有参与这个礼拜的乡亲兄弟，做伙用着心灵甲诚信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主的名当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上帝要祝福一个管道。但现在恳求主，先来请起罗福的水。相信也来感受着阮每一个人的心思甲意念，阮有这个蒙恩的一个主日，但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Glorify my Lord Jesus. Glorify my Lord Jesus. 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20到21节。20节，打伫大厝内，伊的器具，若有金的、银的，也有茶的、土的，有的做贵气的路用。有的做下贱的路用，所以人若清起家己脱离遮的，就要做贵气的器具，加性合伫主人的路用，便便通做逐项好的事。第二位圣经在记载伫耶利米书第48章11节。11节，摩押对少年以来常常享受平安，亲像洗清的酒，无对这个器具拼伫别个器具，也袂捌受了，因为安尼，伊的原味也伫个气味袂变。这是上帝的话。既然读甲听遐个语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啊。阿门。学罗，清早起来，我要来学罗主。我时时描写讲，清早我起来，要学罗主。清早我起来。要来高尚主，愿你的话不断的光照阮，愿你的灵不断的充满着阮，愿你的名日日称最大，阿门。我起来要学罗主，清早我起来要歌颂主，愿你的话不断光照阮，愿你
断笑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祈祷主，清早我起来要亲近主。愿你的话不断更照愿，愿你的脸不断笑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学罗主，清早我起来要歌颂主。愿你的话不断更照愿，愿你的脸不断笑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祈祷主，清早我起来要亲近主。愿你的话不断更照愿，愿你的脸不断笑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学罗主，清早我起来要歌颂主。愿你的话不断更照愿，愿你的脸不断笑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祈祷主，清早我起来要亲近主。愿你的话不断更照愿，愿你的脸不断笑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祈祷主，清早我起来要亲近主。愿你的话不断更照愿，愿你的脸不断笑满愿，我
我起来要学路子。清早我起来要赶上厝。愿你的话不断地召唤，愿你的脸不断充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祈祷主。清早我起来要亲近主。愿你的话不断地召唤，愿你的脸不断充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学路子。清早我起来要赶上厝。愿你的话不断地召唤，愿你的脸不断充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祈祷主。清早我起来要亲近主。愿你的话不断地召唤，愿你的脸不断充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学路子。清早我起来要赶上厝。愿你的话不断地召唤，愿你的脸不断充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祈祷主。清早我起来要亲近主。愿你的话不断地召唤，愿你的脸不断充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学路子。清早我起来要赶上厝。愿你的话不断地召唤，愿你的脸不断充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大。清早我起来要祈祷主。清早我起来要亲近主。愿你的话不断地召唤，愿你的脸不断充满愿。我你的命日日清做
时代，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有一份报告是安尼讲的吼，讲每3年至5年，伫即个医学上、伫电脑上、伫即个科技的顶端，拢有即个新的即个研究，以及即个新的产品的即个上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每隔3年到5年，世界就要变化一摆。虽然世界上变化遮尔真紧，总是呢，咱的教会却是30年至40年才改变一摆。所以这份报告伫提醒咱的教会，实在是已经对这个世界的脚步已经对袂着了。所以咱就要感谢这个 COVID-19 吼，这个新冠病毒来催逼咱对这个不变来应付这个万变。咱藉着这个提早这个部署，是居家隔离。咱借着这个现成的这个科技、网络的科技，伫这个网络顶来扎根，来彼此来带导，以及这个网络这个视频的这个礼拜。所以对整个教会来讲，上较明显的影响，就是虽讲教会采取了这个网络的礼拜，本来认为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办法尔定，应该真紧就恢复这个实体的礼拜。总是这个病毒发展的这个趋势，以及群众对政策的回应来看，疫情真可能还阁是继续会阁拖一段时间。所以真可惜的就是，这段时间教会流失真侪这信徒，加上这防疫嘛减少，有的教会就无法度来维持，就爱真正关门咯。就像阮隔壁的别人的教会，虽然因已经有65年的这个历史，就因为因的会友年龄哪来哪济，佮因为这个病毒的关系，教会奉献减少，会友流失真严重，所以最近因教会中执以及这个牧师就要宣布这个教会要来分这个时灯号，准备要来改线。所以真正互人感到真悲哀。伫即款艰难的时阵，北京的这个冬季的这个奥林匹克的正式的开幕，伫这个新冠病毒还未消失的时，避免这个病毒的传染的下面，伫比赛期间要如何来供应差不多5000人到7000人这个3顿饭，互这个外界极其真好奇。就是答案是科技，对点餐、甲煮这个料理、甲上菜，拢总是机器人所包办的。2008年这个热天的这个奥林匹克，到2022年冬天的这个奥林匹克，中国已经完全是无共款了。今仔日北京虽然加速这个现代化，总是煞比伫这个2008年搁较专制、搁较冷淡的。有真侪人所期待，这个伟大的领袖，或者是由这个强大的这个政府来领导国家，总是事实上真正会当改变国家的是上帝的百姓。所以当上帝的百姓展开行动的时阵，上帝对于这个世界救赎。也军队就要来运行，复兴就军队出来。所以约书亚真明白这个道理，伊知影以色列百姓真渴望来改变一个，因为以色列百姓已经真讨厌流浪的这个生活，也食咸这个白食无味的这个玛纳。因你想讲哦，这个周围环境的改变。总是上帝的想法，确实无共款。上帝所爱就是爱因的内心的改变。过去因挖苦摩西，当摩西已经
死了。约书亚有一日嘛会死呢？伊必须要亲身经历到上帝这个大权能，学习如何甲主同行，生命通得到更新，生命改变有这个永恒的效果，远远比这个环境的改变更加影响更加大。上帝予因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如何来渡过这个约旦河。这个真稀奇的，就是约书亚干那甲因讲，恁着爱自洁，因为明仔载耶和华必定要伫你的中间来行奇事。就记载伫约书亚记第3章第5节。所以自洁就是改变的头一步。伫这个旷野回报的日子，约书亚真清楚自洁是什么意思。伊嘛知影，这是进入这个上帝同在回报以前，必须要真细致来进行这个自洁以外，才通献祭。这个清洁的工作，包括祭司本身的这个洁净，以及这个祭物爱无瑕疵的。所以祭司除了例行这个洁净的仪式以外，还邀请受指派的一个人，伫因伫困的时阵，规暝爱念这个律法书，以免伫因伫困的时，有这个无清气的思想进入去因的梦中，所以洁净的工作就必须要定时再来，非常麻烦。我捌一位这个爱修院的这个梁琼月牧师哦，伊负责一个异地讨访的这个事工。那么日摆伊也人拢知影，这个牛牧师伊伫困的时，敬拜学了这个诗歌是规暝无停的放送，伊要确定伊的心思依然有100%互上帝的神来充满着，伊才会通有能力来侍奉上帝。约书亚命令百姓过约旦河以前，必须着爱先自洁，通互上帝伫因中间来行这个奇事。换一句话来讲，你若无清洁，上帝就无法度来行这个新正奇事的。诗篇66篇18节讲：我若注重罪孽，主就无要听。上帝并毋是伫受气人，上帝一早就照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放杀性命、赦免人的这个罪，只是伊无愿意，也无爱甲一个互罪抹拉散的圣徒来交往。上帝是圣洁的，罪是污秽拉散的。咱生命中的罪，为成做这种的脱害，互上帝无法度去做代志。但福音书记载讲主耶稣互家己的家乡的人来藐视，直到主耶稣简单话当医治几个病人尔定，却无法度去行这个神迹奇事。所以，叫做现代基督徒，咱拢有这个相同的身份。使徒彼得甲咱讲，咱是这个尊贵的祭司，不如肯咱就爱将咱的身躯献上，当做这个活祭，是这个圣洁的，是上帝所欢喜的。罗马人书第12章第1节。所以，咱身为祭司，爱思考如何洁净家己，来献上上帝所欢喜的这个活祭。第一项，咱就要留意你所看到的是什么。咱要去学习做蜜蜂，唔通去做这个秃鹰或者臭头鹰，也是叫秃鹰。蜜蜂是一个伫数这个花蕊的这个精华，毋过这个秃鹰也是臭头鹰，是专门食这个腐败的这个尸体。咱就要学习用着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只有看到别人的优点，无去看别人的缺点。第二项，就要留意你所听到的是什么。圣经讲，羊听牧者的声音，你无需要超人的这个听觉，才会当听到主的声。这句话也毋是讲要用来奖励遐个忠心的萝卜，毋是，只要是主的羊，拢通听到牧者的声音。所以咱这细只羊啊，咱就要常常
清起咱的耳孔，将这个世界这个耳屎给拄掉。我要保证，你会听到大牧者主耶稣基督的声音。第三，就要留意你所讲的是甚物。先知以赛亚伫圣殿见到主坐伫宝座，伊第一个反应就是讲：好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佮住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间。以赛亚书第6章第5节，以赛亚是替上帝讲话的先知。我想吼，每一摆上帝爱讲什么，伊一定是真重视的传讲，绝对袂这个添油加醋。总是伫这个圣洁上帝面前，伊悠然意识到家己是个喙唇无清气的人，所以咱就爱真细致咱讲的话是甚物。第4项，咱就爱留意你所想的是甚物。最后所教示咱，如同虽讲是规定正确行为的这个模式，所以上帝圣洁却要求正确的这个心态。对于上帝来讲，动机比这个实际行动更较重要的。旧约的耶利米书第48章11节记载讲，摩押对幼年以来常常享受安乐，只有酒伫这个酒铺顶面定清，无对这个器皿倒到迄个器皿内面，也袂捌被掠去，所以伊的原味要存，香气袂变。先知耶利米借用着制作酒的过程来做譬如，教示咱着要安乐的这个生活，为弱化咱人的这个品格。酒伫这个酒桶内面伫发酵的时阵，这个酒泡会沉伫下底面。如果咱无将这个酒解冰叮当，酒袂成做极好的这个酒。所以极水的师傅必须要将酒对一个酒桶，甲伊倒到另外一个酒桶，来减少这个酒泡的杂质。安尼做，酒就会结出伊的厚度、香气、色泽，这个色泽吼，伊的颜色吼，甲迄个口味的这个甘甜。所以伫旧约中的这个摩押人，因的生活真安乐，因从来毋捌受到这个被掠的这个痛苦，所以困难、试炼甲创伤对因来讲，拢是真青云的。结果因的性命安尼平淡，无稀奇，欠过香味甲刺激。酒是安尼生，咱嘛是共款安尼生的。咱需要去遇到这个破碎、对敌、困境甲搅扰，咱才会当整理出咱的叫做酒泡，并发展出一个互基督充满着这个活命所生出的这个优美。但咱自然这个倾向是保护咱家己，咱毋肯去忍受互咱不安的这个搅扰，所以咱不断去努力去超出这个安乐修。总是上帝旨意是爱咱的活命，不断经历着危机来挖过伊，所以上帝依旧无停止来拉叮当这个迎照仔的这个寿。所以伫这个申命记32章第11节讲，我亲像鹰鸟拉叮当寿，伫鹰仔顶面会叮当2个膝来接着鹰仔排伫2膝以上。伫这个戴德生牧师的传记内面，戴德生的这个新妇金乐婷，伊安尼写着讲，这个生命若要成做普世的福音，伊必须经历到一个非常这个共款的过程，就是无安乐。伫沉落的这个酒泡，包括真侪拼空、倒空，搁再倒空的这个过程，对这个器皿倒到迄个器皿内面。这对咱的这个主人的性情
是非常的痛苦的。不过借着咱就要借着这，却要得到这个提炼，来得到这个纯正的。伫咱呢，当咱明白上帝就是一款这个极少的师傅的人，要伫咱的活命中间来成就伊的美，这个美意，咱就无搁再来背逆，反倒爱学习顺探，甲挖苦伊。当伫这个新的一年，请问你敢无想要改变嘛？对你性的这个工作，对雅各，伊勇敢做一个改变，伊将整个的家族献予上帝，伊用这个约书亚记24章15节做因这个底价的这个加分，用到伫我，甲我的这个家，阮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这个宣告，也讲出上帝这个心意。上帝愿意每一个完整的这个家，同心来侍奉上帝，将家己献伫这个祭坛顶。上帝嘛回报这个家族大大祝福伫伊的子子孙孙。如今到第5代，依然还搁伫侍奉上帝。所以我嘛要共款，用即款的这个圣灵在来勉励大家。全家做伙来侍奉上帝，这是一个真重大的改变。恁着爱好好来计算，全家侍奉上帝这代价是啥物？上帝毋爱咱消极来面对着人生，伊永远要赐予咱丰盛的活命。是毋是要得到这个丰盛的活命？责任在于你家己。所以保罗先生讲，地面上万事拢是粪扫。拢总是经不起这个考验的，所以我建议你，就用这个隐形的这个观点来做计算，放落地面上这粪扫，换来天国的这个财富，这是非常算会好的，愿咱会通自觉脱离卑贱的这个代志，诚做上帝手中贵重的这个器皿，会当互主来所使用。不但伫你的家族会当得到福气，但我嘛不保证要互美国，要互咱台湾来带来这个祝福。福音无法度来改变咱过去，毋过呢，却会当互你的过去袂记影响到将来。因为最后所基督，毋单单是互灵魂得救的主尔定，搁较是互咱的活命改变的主。阿免。回应诗歌，意味改变。我是一个背笑讲，咱要来同心敬拜，做到天地的主，咱要来做声上赞全能的上帝，用大信心来学乐主的慈爱长存。伊要医治，伊要拯救头旁受掠的人。伊会改变，改变，互水变作酒。伊会改变。改变，化苦做甘甜。当咱的心未感觉，目睭未看以前，水已经开始，水已经运行，伊拄在成全。阿免。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咱要来做声上赞，全能上帝，用大信心来学乐，主的主爱长存，伊要医治，伊要拯救。头目受掠的人，伊会改变，改变，互水变做酒。伊会改变，改变，化苦做甘甜。当咱的心会感觉。
开始注意温馨，一度的旋转。咱要来当心澎湃，创作你的主。咱要来做声上赞，全能上帝，用大信心来学路，主的主爱相存，伊要医治，伊要拯救。头望受掠的人，伊会改变，改变，予水变做酒，伊会改变，改变，我抱做甘甜。咱当细心，袂感觉。目睭袂看以前，注意开始，注意温馨，一度的旋转。伊会改变，改变，予水变做酒，伊会改变，改变，我苦做。咱的心袂感觉，目睭袂看以前，注意开始，注意温馨，一度的旋转。信心来活路，主的主爱相存，伊要医治，伊要拯救，头望受掠的人，伊会改变，改变，予水变做酒，伊会改变。注意温馨，一度的旋转。咱要来当心澎湃，创作你的主。咱要来做声上赞，全能上帝。大信心来学路，主的主爱相存，伊要医治，伊要拯救，头望受掠的人，伊会改变，改变，予水变做酒，伊会改变，改变。细心袂感觉，目睭袂看以前，注意开始，注意温馨，一度的旋转，伊会改变，改变，予水变做
咱的心袂感觉，目睭袂看伊情，最开始注意温馨，伊拄在先转。上赞，转念上帝，用大信心来活路，主的主爱相存，伊要医治，伊要拯救，头望受掠的人，伊会改变，改变。今日只是当心阿头三角的祈祷，亲阿爸悲伤的阮，感谢你。今日阮对圣经耶利米书48章11节，特别在何书2章23到2节，阮做来思想，这是改变的时阵。但对今仔日的这个信息中间，互阮知影。伫新的一年，你毋惊无想要改变嘛？但地铁生牧师的工作邓雅国先生，伊勇敢做了一个改变，就将整个的家族献给上帝。伊特别用这个约书亚记24章15节做因地家的这个家训，讲到伫我，甲我的家，阮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这个是约书亚的宣告，嘛讲出上帝的心意。上帝愿意每一个完整的家，同心来侍奉上帝，将家己献伫这个坛顶。上帝也要恢复这个家族，就大大的祝福伊的子孙孙，到今仔日第5代也悠然地侍奉上帝。我今日要同款用这段圣经来勉励大家，互咱全家做伙来侍奉上帝，这是一个真重大的改变。咱就要好好来计算，但全家服侍上帝，这个代价是甚么？上帝唔爱咱消极来面对人生，伊永远要赐予咱丰盛的这个活命。但咱是不是会当得到丰盛活命？责任就在伫咱家己本身。不如讲，地面上万项代志拢是笨数，经不起这个考验的。所以我建议恁大家，就用永远的这个观点来计算，把
放落地面上这个粪扫，去换来天国的这个财富，这是非常算会好的。原咱拢会当自觉脱离这个逼迫的这个代志，在这上帝手中贵重的这个器皿，为当互主来所使用。不但你的家族要得到福气，但我们要保证，也要互全美国、全台湾带来这个祝福。但福音无度来改变咱的过去，总是却会当互你的过去袂去影响到将来。因为主要说，唔单单是要互灵魂得救的主，伊搁是互咱的生命改变的主。互慈悲疼爱的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俄罗你，伫万人的中间，你拣选着我，我有机会来服侍你。愿你来掌管阮的心思意念，常常少了永恒这个代志，经过阮来服侍你的心志，阮袂白占土地，无遭受着这个恩典，请洁净阮，请来装备阮。请来使用阮，甲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但这点，老师要甲恁祝祷，愿天父上帝做甲怜悯，主耶稣基督恩典，圣神保守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记做面迄日，奉爸囝圣子的名，阿免。亲爱兄弟姊妹，时代，咱今日的这个网络的礼拜甲实体的礼拜。到这就要过一段路，咱望咱后会共这个时间伫教会伫空中来相见面，愿天父上帝保护恁，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祝万变是做好事，家己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互伊的名光照你，愿恁。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恁着去祝万百姓做好事，家己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拼我互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背后地欢喜的名看你。